城国小跟建国国中长期以来对排球运动的一个这个推展哈。那从这个民国57年到现在哈，北城国小已经有一甲子的一个排球队的一个成立了哈。那建国国中呢也非常的不简单，在104年成立到现在，短短5年之内就拿到全国甲组联赛的冠军哈。那这样的一个排球运动在云林县可以说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好但是资源的部分终究不能跟大都会区的球队来比啦哈所以非常感谢这个卫宏控股公司以及广德集团呢特别来支持这样的一个护具的一个捐赠哈让他们可以保护自己得到更好的成绩哈。那当然也需要更多人来关注我们云林县北港的北城国小和建国国中排球运动的发展哈请大家多多来关心支持，谢谢。议员长期以来对北城国小排球队的支持，也更感谢议员引进这样一个资源，让我们孩子有真的这样好的护膝跟护肘，在未来的比赛里面，我们真的会抱着北城的精神，球不落地，勇往直前，希望未来能够在北城的各项的比赛里面得到好成绩。谢谢。我们非常感谢蔡伦议员呢，站在孩子的角度呢，看到孩子的需要。因为呢，在排球运动，他的那个护具真的是非常重要，保护他们的膝盖，还有保护手肘，尤其是在救球的时候呢，护具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也希望说，孩子能够在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来练球，希望他们能够把排球的成绩打出来。但是更重要的，要能够爱护、保护自己的身体。那感谢我们广德集团还有威宏控股公司能够捐赠这一批护具。谢谢议员这2年捐赠护具，然后也保护大家的身体，谢谢他对我们的支持，然后以后我们一定会打冠军来回报他。谢谢。谢谢议员这次为我们准备的护膝还有这些护具，然后我们非常感谢议员的捐赠，我们会用成绩来回报他们对我们的付出。